我就係 Michael Chan， 咁我就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一個攝影師。我自己都係基層出身，即係我自己都喺公屋屋邨長大。我諗唔單止係我，其實香港大部分嘅學生啦，都好深深感受到咧，香港精英制度對年青人，唔好話年青人，對就算係成年人嗰個影響。喺香港，即係重點，我哋唔會落喺絕對貧窮嗰一度，我哋會落喺一個叫相對貧窮。佢有冇一個均等嘅機會，令到自己向上流動？我有冇嗰個機會坐喺度接受同一樣嘅教育，接受同一樣嘅嘢？我個題目係尖子啦，上小下大就係一個精英主義嘅代表。精英出咗嚟啦，如果你留意翻第一張相，全部下面嘅同學仔耷低頭，佢哋冇希望嘅。其他同學唔通應該成為犧牲品咩？即係第二張相，我係最主要係想講緊年青人面對嗰個困局，佢哋點樣去掙扎求存嗰個過程。而第三張相，你會見到係一個兜圈，裡面牽涉住一個係年青人嘅一個迷思啦，一個問號啦。然後去到最後一張相，所有同學仔咧，佢哋都突圍而出，突破既有嗰一個嘅軌道。年青人嘅軌跡咧，係唔應該由其他人去為佢哋定立嘅，係應該由佢哋自己去行出嚟。我今次用嘅攝影咧係 stage photography， 擺拍同直觀直接攝影有一個唔同嘅分別，就係我哋經過設計唔同嘅場景，喺符號學上面，我哋用唔同嘅形狀、唔同嘅類型去做呢幾張嘅照片。我希望呢一輯相，甚至乎話，我哋希望能夠喚醒社會對呢一個議題嘅反省。香港政府能夠睇到呢一輯相，能夠有一個徹底嘅改變。推行小班教育係勢在必行嘅，增加大學學額，更加撥更加多嘅大學資源，貧窮嘅學生同埋富裕嘅學生能夠有一個均等嘅機會，透過教育喺呢個社會能夠向上流動。MC Escher 啦，係我一個好喜歡嘅 artist， 咁佢講咗呢一句説話，即係我想表達嘅係如此美麗同埋純粹。做任何藝術都好，甚至乎你做任何事都好，你要夠純粹，你要夠真，你先有嗰個可能性去表達到嗰個事件當中嘅美麗。嗰個照片就係一樣咁老實、咁純粹、咁美麗嘅一個媒介。喺嗰一刻，你被嗰樣嘢感動，得定係唔得？就係咁簡單。